路加福音第18章，耶稣阁对门徒讲一个比喻，假使因着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伊讲：某一个城有一个判官，伊无敬畏上帝，嘛无尊重人。伫迄个城有一个官夫一直来找伊，讲：我有一个诉讼的对头，请你替我主持公道。这个判官真久拢毋答应。后来，伊家己想讲：我虽然无敬畏上帝，嘛无尊重人，毋过因为这个官夫一直来甲我吵，我要替伊主持公道，才免伊一直来高甜。主阁讲：恁着听这个不义的判官所讲的话。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明日对伊哀求，伊减袂替因主持公道，伊减袂拖延真久。我甲恁讲，伊真紧就会替因主持公道。总是人子来临的时，伊伫地上减袂看到这款的信心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的人，有讲即个比喻。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另外一个是冒失的。法利赛人家己徛停停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恐吓取财、不义、淫乱，嘛无亲像这个冒失的。我一礼拜禁食2遍。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冒失的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抬头起来看天都毋敢。只有对兄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。我甲恁讲，罪得到赦免，转去因兜的是这个人，毋是迄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提高家己的，未受降价，家己屈家的未受提高。有人连婴仔嘛带来耶稣遐，要互伊换手祝福。门徒看到，就甲因责备。毋过耶稣叫因来，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。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有一个犹太人的领导者来问耶稣讲：好的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哪会讲我是好？上帝以外，无一个是好，才会改命你拢捌。毋通奸淫。毋通杀死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着孝敬父母。迄个人讲：这个诫命，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耶稣听到这个话，就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去卖所有的，得到的钱，拢分互善车人。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迄个人一直听到这个话，真伤心，因为伊非常好业。耶稣看迄个人真伤心，就讲：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尼困难，落得床架占偏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听到这个话的人问伊讲：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应讲：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彼得讲：阮已经放杀家己的家庭来缀你啦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为着上帝国放杀厝体、某、兄弟、父母，也是囝儿，伫今世一定会得到真侪倍的报赏；伫来世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带12使徒去边仔，甲因讲：
当然要上耶路撒冷，先知所记载关系人子的一切，拢会应验。伊会受出卖予外邦人，因为甲伊取笑、侮辱、呸烂，因为用鞭甲伊拍，甲伊害死。第三日，伊会搁活。毋过因对这个代志拢无了解，这个话意思有对因牵制，因毋知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特别到耶利哥的时，有一个盲人坐伫路边在求乞，伊听到群众对遐经过，就问人看是什么代志。因甲伊讲，拿撒勒人耶稣特别对这经过，伊就大声喊：大卫的囝耶稣啊，怜悯我！伊头前在行的人甲伊责备，叫伊点点。毋过伊愈大声喊：大卫的囝，怜悯我！耶稣就停脚，叫人带伊来。伊活来时，耶稣问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伊讲：主啊，互我回过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好，互你搁看见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啦。伊随时袂阁看见，就缀耶稣归金光给上帝。众人看到这个代志，拢称赞上帝。